阿岩被噩夢嚇至醒咗。阿岩被渣達金斯挨打後就撤退，被成員怪責佢淆底。阿岩唔知點算好，其妻威武建議佢去同沙魯商量。秘書同 OK 傾偈，傾下秘書好似有啲想法，於是同 OK say goodbye 後就轉頭走咗。OK 見佢跌咗部電話，嗌都嗌唔切。呢個時候喺旁邊偷睇嘅哈西姆突然喺 OK 面前出現，話秘書唔係好男人。OK 問哈西姆：秘書係咪你朋友？哈西姆猶豫答：算係啩。OK 話好憎人講朋友壞話，於是好晦氣將電話交俾哈西姆。哈西姆發牢騷一下，電話 message 突然響起。哈西姆偷睇，懷疑秘書同烏龍秘密通話，立即同阿海商量。突然秘書喺佢哋兩個背後出現，話買咗寶礦力。渣達金斯從高空飛落去偷襲謝夫。傑卡茲魯問渣達金斯係咩人，渣達金斯一言不發下搞掂傑卡茲魯兩人。謝夫見到唔對路，立即坐上綿羊仔引渣達金斯離開佢哋。雖然謝夫成功引開渣達金斯，最後都係甩唔到身，被渣達金斯捉佢落嚟。謝夫同渣達金斯打兩嘢後就被渣達金斯收皮，甚至失去咗一隻眼睛。滅羅見到和談會議被人搞串晒，發晒老脾，好嬲咁叫臭油鼠處理善後，然後獨自返去休息。臭油鼠心中有詭計。阿岩正在過去沙魯派對途中，回想同老婆威武嘅對話。阿岩問威武：而家咁夜過去揾沙魯？威武話：依家沙魯於涉谷開緊派對，可以揾到佢哋。寶男驚有乜依郁，就立定架撐。阿岩立即阻止，可見阿岩希望和平地向沙魯求助。阿岩等人進入沙魯派對，然後同阿岩向阿海道出前來原因。正當阿海迷惑之際，烏龍將受傷嘅謝夫掉俾沙魯，入面有封字條，話係滅羅整傷謝夫，好明顯有人想嫁禍俾滅羅。阿海認為謝夫被滅羅所傷，於是叫法子照顧謝夫，然後同一班沙魯成員出去。一出去就見到烏龍成員們。臭油鼠一聲令下烏龍進攻，沙魯拳堂被襲，於是同烏龍練過。阿海心想無奈，好地地一個 party 搞成咁，見到朋友們被打，於是都出手阻止烏龍攻擊。田瑞實見到雙方打交，覺得係大新聞。咁啱見到出去揾食嘅花袋，田瑞實覺得花袋奇怪，點解喺呢度出現？不過田瑞實認為烏龍突襲沙魯事件比花袋突然出現更重要，立即問花袋攞相機影相。另一方面，阿岩叫寶男 call 兵支援沙魯。旁邊食花生嘅臭油鼠向約翰話離開現場一陣。約翰質疑臭油鼠背叛滅羅及很懂心計。臭油鼠向約翰道出心聲，好希望得到滅羅尊重，但滅羅總是唔理佢。此外，問約翰跟唔跟佢，約翰只係話你很懂心計，冇表明立場。順美工作後回到房間後，突然見到臭油鼠。臭油鼠道出順美真正身份，真正身份係大祭司嘅孫女。龜吉點解一直幫臭油鼠？因為臭油鼠從龜吉得知順美真正身份，並答應協助尋找順美，而呢個秘密暫時只有臭油鼠知道。順美被臭油鼠道出真正身份後，無奈地屈服臭油鼠淫威下，順美趁臭油鼠放低警戒，一個屈尾十立起支咪兜嘢打爆小油鼠。
痛到小游鼠鬼爭叫。順美立即離開房間，臭游鼠立即通知龜吉揾到順美。渣達金斯唔等龜吉，立即飛過去捉順美。阿海追住拳堂時遇到順美，今次調翻轉係阿海幫順美。阿海帶住順美途中遇到渣達金斯，渣達金斯認為順美旁邊嘅阿海係壞人，立即向阿海揮拳。阿海還拖，渣達金斯實力係阿海之上，一拳收阿海皮。不過主角有光環，最多俾人打到頂心頂肺，冇俾渣達金斯懟穿腸。渣達金斯以為得米，遇到阿岩阻止，3、4個 Hands 成員都阻止唔到，甚至有1-2個被殺。渣達金斯帶住順美到107。威武見到渣達金斯，叫炮手一炮打過去。食緊蛋糕嘅滅羅睇電視先知烏龍去涉谷突襲烏沙烏，被臭游鼠蒙在鼓裏，於是立即趕去涉谷了解情況。滅羅趕到現場後，立即責問臭游鼠，臭游鼠道出順美真正身份，而開始追捕順美行動。滅羅無奈下憑直覺跑去107，威武打唔中渣達金斯，反被渣達金斯反攻。阿岩見老婆差啲被渣達金斯攻擊，立即從坦克拎起斧頭劈渣達金斯雙手，當然劈唔斷啦，最多震一震。渣達金斯聽到阿海大聲問，輕輕暈一暈順美。渣達金斯唔理阿岩兩夫婦，立即追捕順美。阿海叫順美匿埋喺垃圾桶後面，自己做嚟引開渣達金斯。阿海同渣達金斯上咗去107外其他大廈嘅天台，然後從大廈天台跳過去107。渣達金斯喺空中一手捉到阿海，另一手捉住107牆外。滅羅見到順美，順美叫滅羅快啲幫阿海。滅羅猶豫之際下，順美跑入去107，打算幫阿海。滅羅見順美入去，都跟埋入去。於是立即趕去涉谷了解情況。滅羅趕到現場後，立即責問臭游鼠，臭游鼠道出順美真正身份，而開始追捕順美行動。滅羅無奈下憑直覺跑去107。
威武打唔中渣達金斯，反被渣達金斯反攻。阿岩見老婆差啲被渣達金斯攻擊，立即從坦克拎起斧頭劈渣達金斯雙手。當然劈唔斷啦，最多震一震。渣達金斯聽到阿海大聲問輕輕暈一暈嘅順美，渣達金斯唔理阿岩兩夫婦，立即追捕順美。阿海叫順美匿埋喺垃圾桶後面，自己做嚟引開渣達金斯。阿海同渣達金斯上咗去107外其他大廈嘅天台，然後從大廈天台跳過去107。渣達金斯喺空中一手捉到阿海，另一手捉住107牆外。滅羅見到順美，順美叫滅羅快啲幫阿海。滅羅猶豫之際下，順美跑入去107，打算幫阿海。滅羅見順美入去，都跟埋入去。